三叩拜，事事順利，大吉大利。等我係等我一間車來。得啦，限時等一下。講咗嘛？大利，阿馬利奧，大福樂天佑，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，事事順利，大吉大利，成天天佑，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，事事順利，大吉大利。紀念品儀式現在開始。我哋而家有請本會理事長傳承人陳健全先生為大家致辭。跟逢天后良馬寶誕，感謝大家蒞臨戲棚一同參與演藝籌成嘅盛會。首先，我謹代表本會向多年大力支持我哋嘅中聯辦、澳門文化發展基金、澳門郭英東基金會、澳門讀者公益基金會及政府相關嘅部門致以衷心嘅感謝。同時，亦感謝馬國廟、漁民兄弟、各位街坊朋友義工嘅協助，讓本年度嘅賀誕活動順利開展。本會賀誕嘅活動能夠延續至今呢，更要感謝胡氏集團多年嘅支持，以及更要多謝胡順軒先生慷慨嘅贊助。同時多謝各位永遠榮譽會長、榮譽會長、名譽會長、顧問及馬國街坊善盡熱心嘅支持。在此感謝香港德麗劇團各位大老倌遠道而來京城演出，祝願本年天后演藝籌成嘅圓滿成功，各位觀眾盡興。最後謹此良辰，誠心祝願各位天后神恩庇佑，合家安康，萬事勝意。多謝大家。唔該晒全哥。咁我而家就宣布今年募捐第1名，永遠榮譽會長簡國龍先生。有請簡國龍先生接受紀念金牌，亦有請本會會長蔡甜甜女士為我哋致送，有請兩位。亦有請永遠榮譽會長李子峰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兩位。許志蘭女士接受金牌。接落嚟有請永遠榮譽會長胡車賢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有請理事彭桂珍女士接受紀念金牌。現在有請副會長趙成慧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兩位。有請副會長李錦躍先生接受紀念金牌，亦有請榮譽會長李延新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咁首先呢，我哋就會致送俾香港德威劇團啦。咁有請我哋本會理事長陳健全先生為我哋致送錦旗。香港德威劇團阮德文先生代表接受，有請兩位。趙成慧先生幫我哋遞錦旗嘅。
有請監事長鐘偉琪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有請副理事長李英雄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係啊，又係靚仔，又係年青嘅，年青有為。大家就手做啦，今次冇錯啦，佢翻做。開唔開心去睇戲啊？開心啊，好開心啊！啊，今日睇大戲開唔開心啊？呢兩個開心，冇問題嘛。亦是後王先大勝啊！一班跟狗上天馬屁。阿蔡小姐咧就通知我哋啲長者。咁我哋咧就派代表嚟到呢度，啲長者咧係非常之開心，睇到嘅咧就算我哋叫佢走，佢都話唔得，要睇埋最後嗰個結尾，咁先到知道個結果。咁我就覺得咧，長者翻到去咧開心咗好多日，睇咗呢套戲之後翻嚟開心。我覺得呢個理事會嗰度咧，值得去推廣宣傳多少少，俾另外啲院舍啲長者咧都可以參與到呢個活動。令到多啲老人家開心，同埋帶嚟一啲歡樂嘅氣氛。因為你哋係一個關心啦，同埋咧肯願意招呼我哋啲長者嚟到呢度，呢個係一個你哋嘅愛護同埋關懷，令到佢哋咧嚟到呢度開心。咁佢嚟到呢度睇咧係好難得。你哋有善長能夠請佢哋嚟到呢度，佢哋係值得好有價值嘅。我哋個會咧招待聖豐濟國老人家嚟睇嘅，就做咗好多年㗎啦。以後都一定繼續做，就招待佢落嚟睇戲。我見到老人家有啲坐輪椅嘅落嚟睇戲咧，個個都好歡喜，盡興而歸。我感覺咧，就我哋做嘅嘢咧，佢哋高興咧。開心咧，我哋都都跟住開心。咁咧就我哋都會每年都要邀請老人家落嚟睇戲，同埋明年咧會預更多。咁到時咧就等你老人家開心，同時就再表現阿爸大愛精神。我哋每年都要繼續做呢件事嘅。